睇詳細嘅新聞內容。地下鐵路公司表示，暫時係未有計劃應港府嘅要求，加快新機場鐵路嘅工程進度，提前2個月完工，去配合明年4月啟用嘅新機場。原因係大部分機電工程人員正為舉行回歸慶典嘅會議展覽中心趕工，地鐵喺招聘嘅時候有困難。我哋去機場鐵路睇過，了解一下工程嘅進度。一卡卡新嘅地鐵列車車廂陸續用船由西班牙運到去大嶼山小蠔灣呢個地鐵車廠。地鐵一共係訂咗161架呢種由西班牙同德國合作生產嘅列車，用嚟行走新機場快線同埋東涌線。車廂入面同依家地鐵嘅差唔多，不過路線圖就會有顯示燈。工程人員首先會將每架車喺車廠入邊測試好，然後再喺路軌上面全速試車。按照原定嘅計劃，機鐵要喺明年嘅6月，即係比赤鱲角新機場遲2個月先至會投入服務。不過政府就話要提前。運輸角度嚟講，機場一開一定要有地鐵，冇選擇，冇選擇。地鐵就表示，沿線大部分車站嘅工程都好似東涌站呢度咁，按照原定計劃做好晒建築嘅部分。要提早投入服務係會增加工程嘅成本，暫時未有打算。We do not wish to do that until as late as possible in the program, so that we are dealing with the works that are remaining at that stage, electrical, mechanical, and architectural fit-out. 地鐵又話，加上目前全港大部分嘅機電工程人員都集中喺為舉行回歸慶典嘅場地會議展覽中心度做嘢，依家係好難請到人。要等到喺回歸之後，睇下地鐵可以吸納到幾多呢一類嘅工人，再同承建商商量，先至知道到時可唔可以提早完工。仲有23日，香港就會回歸中國。旅遊協會估計6月同埋7月份會有超過100萬外國遊客嚟香港。有部分市民就擔心，到時香港會有太多人，於是出去旅行。旅遊業嘅人士表示，今年6月嘅生意比過去2年好。由黃德如講下。星期六下晝，旅行社坐滿晒嚟睇資料，想報團去旅行嘅市民，黎小姐亦都係其中一個。邊位方面做聯絡人啊？佢結果揀咗一個日本7日嘅觀光團，去嘅時間就啱啱係香港政權移交嗰幾日嘅公眾假期。1997都係定咗㗎啦，咁始終都要來臨嘅呢一日。咁我個人覺得冇乜值得好留低喺度欣賞呢個回歸咯。佢又話驚到時香港會太多人。其實好似黎小姐嘅例子都唔少。喺另一間旅行社，鄭小姐一家4口就報咗團喺回歸期間去韓國玩。我諗過即係留喺香港，即係睇下香港嘅地方，因為喺電視機睇都冇乜真實感。我哋又唔係嗰啲高官嗰啲有得應車去參與啦。有旅行社嘅負責人話，而家政權移交嗰幾日假期，令佢哋無端端多咗個旺季。如果話同舊年相比咧，差唔多係有多200%嗰個增長嘅。今年嗰個6月份咧，多咗個旺季，咁可以話今年旅遊業嚟講咧，係有一個好大嘅裨益嘅。李振廷又話，市面好多唔同類型返國內嘅回歸團，其實同一般嘅觀光團分別唔係咁大，叫市民唔需要太着意揀呢啲團嚟參加。無線電視記者黃德如報導。行政長官辦公室啱啱係宣布，候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聽日會去深圳。董建華係應中國國務院秘書長羅幹嘅邀請到深圳會面，雙方係會討論香港回歸慶典活動嘅有關事項。不過就冇公佈到會面嘅具體時間同埋地點。中國方面依家仍然未公佈會由邊一啲領導人出席6月30號喺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嘅回歸儀式。今次陪同董建華到深圳嘅，仲會有行政長官辦公室政策統籌局局長孫明揚。香港人喺6月30號之後喺內地求醫嘅醫療費可能會比依家平，因為廣東省考慮喺香港回歸之後，將香港人支付嘅醫療費同內地人睇齊。吳曉東報導。現時香港人喺內地如果要入醫院睇醫生，醫療收費以外賓計算，比起本地人貴好多。
特區行政會議成員譚耀宗話，由於香港回歸之後，香港係內地嘅一部分。廣東省衛生廳嘅官員最近同佢會面嘅時候話過，會考慮將香港人同埋內地人嘅醫療收費睇齊。咁佢哋咧就講話，如果7月1號之後咧，佢哋會考慮即係內地同埋香港人咧喺醫療收費方面咧係應該係相同。據廣東省衛生廳嘅資料，廣東省嘅居民每人平均一年要用大約4000到1萬蚊嘅醫療費。不過，大部分都有國家或者係企業嘅醫療津貼。譚耀宗又話，佢哋仲研究緊特區政府成立之後點樣為返咗內地住嘅老人家提供醫療上面嘅協助，包括考慮緊為佢哋提供醫療保險。無線電視記者吳曉東報導。好多香港人都係喺50、60年代由國內移居到香港，佢哋留低嘅物業好多都空置咗幾十年。咁隨住香港回歸，有唔少人都打算返國內居住。吳曉東去廣州一個地區睇過，嗰度有好多香港人留低嘅物業。廣州喺清朝嘅時候已經好繁華，清政府仲設立咗13行專門同外國人做生意，周圍都插滿外國嘅國旗。咁所以呢一帶曾經住咗好多外國嘅商家同埋當地嘅有錢人。一啲大屋而家好殘舊，不過就外表嘅建築睇落去呢，唔難想像當年住呢啲屋嘅人都係非富則貴。以前嘅業主啊，都係即係話有翻咁上下經濟能力。咁咧解放初期啊，有啲人就將啲物業移去香港，佢咪跟住人就移咗去，但係間屋仲喺度啊咁。好似廣州呢一條街咧，有好多屋係長年上鎖丟空咗㗎，因為喺度住嘅人咧，好早之前已經移民咗去香港，而且一直冇翻過嚟。不過而家香港就快回歸中國，又令到一部分最早離開呢度嘅人咧，又諗住翻嚟定居。呢間屋丟空咗差唔多成20年，個鎖到最近再次俾人打翻開。呢度以前咧就即係種下花咁啦，咁而家冇人理，荒廢咗。啲雀仔啊擔啲嘢嚟，我哋呢啲嘢都啲雀仔嗰啲銀嗰啲種子啊，慢慢生滿晒。呢個女人係屋主嘅細妹，佢哥哥喺香港定居，不過而家退咗休，又諗住翻嚟呢度住。以前諗唔諗到佢會又翻嚟住嘅咧？諗唔到，佢自己諗唔到啦。我以前去咗，諗住都唔知幾時翻到嚟啦。而家係隨時翻嚟啦。呢間屋嘅家私全部都係佢哋細個嘅時候用開嘅。件件都有幾十年嘅歷史。屋主除咗決定翻嚟住之外呢，仲將自己嘅仔由香港送嚟廣州讀書。如果冇97，我諗我一定唔翻嚟。我諗而家做緊嘢㗎啦，我都會。究竟有幾多香港人打算翻內地攞翻啲屋去住呢？呢度嘅居民委員會話好難估計。不過佢哋相信會有越嚟越多丟空咗嘅屋會再次俾啲屋主認領翻。無線電視記者吳曉東喺廣州報導。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晉生批評民主黨成員訴諸法律挑戰臨時立法會，旨在挑起事端。咁而民主黨主席李柱銘就表示，為免特區政府將來面對大量嘅法律訴訟，民主黨先至會有今次嘅行動。黃淑明報導。李柱銘出席一個國際勞工會議嘅時候話，民主黨入稟法院要求司法覆核臨時立法會通過嘅法例，唔係想浪費納稅人嘅錢打官司，而係避免將來嘅特區政府要面對大量法律訴訟出現混亂。我哋話佢唔應該喺7月1號之前立法啦，點解唔等到7月1號至立法呢？點解三讀唔可以等到7月1號呢？咁佢哋又要做啦。咁如果真係冇效咁點搞啊？所以呢個問題遲早要判嘅，係咪？如果呢，我覺得呢喺7月1號判咗呢，起碼仲有啲補救嘅方法。而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晉生就質疑民主黨嘅做法。這個能夠起什麼作用呢？臨時立法會照樣工作，照樣運作，是不是啊？何必去花香港市民的納稅人的錢呢？張晉生認為民主黨應該好好反思，喺中英聯合聲明簽署12年以嚟做過啲乜嘢係有利香港平穩過渡。無線電視記者黃淑明報導。一批喺越南船民營工作嘅越南話翻譯員被懲教處解僱，
其中一個指懲教處係喺佢因公受傷期間將佢開除，唔符合僱傭條例。李嘉文報導。駱先生喺越南船民營做臨時越南話翻譯員，做咗7年幾。今年2月，佢喺營內受傷，需要接受物理治療。當佢仲未收到勞工處發出判傷證明書，就連同其他30幾個臨時工一齊，俾懲教處通知解僱。勞工處俾我嘅日期去威爾斯醫院判傷，5月31號去威爾斯判傷。但係佢幾時俾咗解僱書？5月29。而按僱員補償條例，僱主係唔能夠喺勞工處未發出判傷或者補償證明書之前，向僱員發出解僱通知。而其他被解僱嘅臨時翻譯員喺記者會上表示，佢哋每個月都係喺節糧後12日先至收到人工，咁係唔符合僱員條例規定。代表話，如果懲教處冇滿意解釋，就會要求勞工處對懲教處作出檢控。而我哋就未接觸到懲教處，了解進一步情況。無線電視記者李嘉文報道。外電報道，中國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同菲律賓外長夏松會趁住月底到香港出席回歸慶典嘅時候，討論兩國對有關南沙群島同黃岩島嘅領土糾紛。咁而對外廣播嘅中央電視台第4台，今日就喺中國報導專題嘅節目入邊播出咗中國無線電運動協會喺4月30號登上黃岩島嘅片段。報導指中國聯同美國同埋日本業餘無線電愛好者喺登上黃岩島之後設立無線電台，成為世界各地無線電愛好者追蹤嘅目標。大家互相通訊。報導並且表示黃岩島係中國擁有。菲律賓一批議員喺中國無線電運動協會離開之後登上黃岩島。湖南長沙連續2日嘅暴雨造成嚴重嘅水浸，交通中斷。大雨由前日開始持續咗12個鐘頭。長沙係錄到222毫米嘅雨量，其中一個縣更加錄到273毫米，係長沙歷嚟最大嘅暴雨。市區有好多地方水浸，最深係達到3米，交通係陷於癱瘓。長沙嘅市面今日晏晝先至恢復正常。愛爾蘭大選嘅點票工作已經接近完成，反對派聯盟肯定勝出，不過仲爭5個議席先至可以控制國會。鄧之華報導。到目前為止，愛爾蘭國會166個議席之中，有156個已經有咗結果。以共和黨為首嘅反對派聯盟攞到79席，壓倒執政彩虹聯盟。不過就仲差5席至可以攞到國會嘅過半數，執政聯盟只係得67席。總理布魯頓已經承認落敗，喺都柏林嘅共和黨總部，支持者開香檳慶祝大選勝利。預料會成為下任新總理嘅黨領袖艾香話，推動北愛和平進程會係新政府嘅首要任務。佢會喺呢個星期之內同愛爾蘭共和軍政治組織新芬黨領袖亞當斯會面，尋求